Hello，我係 Calvin。今日我想同大家分享3個我鍾意學廣東話嘅原因。第一，文化豐富；第二，學廣東話嘅人少；同埋第三，香港係一個好好嘅地方。如果你係香港人，我對你有一個特別嘅請求。不過，請你哋繼續睇落去，了解多啲先。第一個原因係中國文化真係好深遠同歷史悠久㗎。我鍾意學廣東話，因為俾我睇到一個完全唔同嘅文化領域，一個我由細到大從未有過嘅思想觀念。我鍾意用廣東話嚟探索中國文化。可以用唔同嘅觀點與角度睇嘢，相比起西方人用普通話嘅方式嚟探索唔同，對於我真係好吸引啊！廣東話係一個真正嘅全球語言嚟㗎，佢係世界上其中一個最多人講嘅語言，係咪有啲驚奇呢？有估計話母語使用者超過8000萬，多過法文同德文。但係唔同於法文同德文，好少外國人會選擇學廣東話呢種語言。有啲估計話可能少過100萬。喺所有超過6000萬使用者嘅語言中，可能廣東話係外語學習者最少嘅，所以學廣東話我可以學到一個有好多母語使用者嘅語言，但作為外語嚟學，佢仍然係特別嘅。作為學習者，我覺得自己好獨特。學廣東話真係俾到我呢種感覺。香港真係一個好神奇嘅城市嚟㗎，有一個令人驚嘆嘅文化、景觀同歷史嘅融合，再加上我見過嘅城市中，佢係有最好嘅交通系統。呢度係每個人都應該去嘅地方。雖然好多人可以喺香港生活咗成世都唔考慮學廣東話，但係廣東話係超過90%香港人嘅首選語言，所以唔學廣東話，你真係走寶啦！你會錯過有多姿多彩文化嘅溝通方式機會。我真係好鍾意學廣東話㗎。當我講廣東話嘅時候，我經常得到香港人嘅讚賞。但係通常當我講廣東話嘅時候，香港人會讚我講得好，然後就算翻講英文，或者佢哋會用英文話我嘅廣東話好叻。我完全理解英文係香港嘅官方語言。香港係一個真正嘅國際城市，有好高嘅教育水平，所以平均嚟講，香港人嘅英文水準好過我嘅廣東話。但係如果你想鼓勵外國人學廣東話，有一個簡單嘅方法，就係用廣東話讚佢哋嘅廣東話好，叫佢哋加油，然後繼續用廣東話同佢哋溝通。雖然咁樣可能要多啲耐性，但係外國人會好感激你，亦會被鼓勵繼續學習㗎。多謝你用時間睇我嘅片，我好想知道你覺得廣東話有咩特別，請喺下面留言分享你嘅睇法。同埋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，下次見。